台北的南基从沙区研究批一道咖啡香哦，一次落成提沙区服务的中权里里长冯和生，以2年前提沙区地度开业咖啡学习教室，提供收付费、收养对付头的新人呢，也算公用师的新人呢来免费学做咖啡。大部分呢也群后生的这个程度的此信，现时有4个新人呢考到的英国国际咖啡师嘅证照哦。嗰座里长有决定，唔当路屯一群新人呢听人问好诶，可以一看咖啡店，好本人呢也是在好难屯人客来互动。然后伊能店方和屯大卖场合作推出的享受品尝屯休息坐下，有需要嘅人得到免费嘅食物，也提供社区弱势老人家共下食饭。一群新人呢也大部分呢学到啲好食服，韩国用来服务。同所属嘅同样呢，打到稀婆来出讲嘅图，安尼咖啡唔但唱意香，又加动讲，也就可以定义为安抚咖啡嘅原因。因为咖啡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种类，就是无论是浅焙、中焙、深焙这样子。那豆子当然也就是创造出不同的风味，这样，所以就是渐渐的，就是开始喜欢上咖啡这一行。咖啡爱上联谊，带其进入人生目标嘅阶段。头摆其实给大家讲嘅行茶路嘅后生条嘅，2年前其去到中原里丰富生里做佢嘅咖啡教室后，就开始有为改变。飞行少年的飞，应该讲非常的飞。他原来是在少舞会跟少年队他们所的名词叫做“非常的飞”，就是有点犯过错的孩子们。可是我把取名改成“飞翔的飞”，我觉得孩子可以飞起来，孩子可以有改变。那透过这个飞行少年的梦工厂的咖啡梦工厂，我们在2年多来，我们针对这些少年们，我们有帮他们训练咖啡。国中毕业，为什么没有想说要继续念高中？高中是有9月就要开始就读，那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些就是原因，所以就打算休学，就是希望说国中的一些不好的回忆不想要让高中继续延续下去，所以不希望重蹈覆辙，所以就想说休学读夜间这样子。到冯里总同咖啡班先生嘅指导下，也就好嘢练用嘅配咖啡豆，用嘅泡咖啡，来发也就基本嘅优良和意思。一下也其中有4嘅东山网已经考到英国国际咖啡师嘅证照。他其实也是就是有点看不起我这样子，小看我这样子，就是说你没有一件事就是做到最后，所以其实基本上那时候我家人听到我考上证照，其实也是有点开心这样子。那他当然支持我在这边做，所以我去考这个证照，一方面是觉得说我自己到底学到哪个程度，一方面也是看看说还不能认识其他人。来用他们的例子去说服我爸。另外，从阿上认真红马街杜卡班，为前头路无限改，古数啲咖啡班杜空，兼单枪学校泡咖啡，未学得用嘅来同意共下。对啊，就是像，就是我很谢谢庄老师，因为他其实他有知道我的学习状况，我学习状况本身就很慢，所以很需要适应会因为慢，所以适应也会跟着慢，所以假如我要进入社会的话，就可能适应能力跟速度要加快。肯定也条新人呢，按上网有进步，丰富生心肝就很卡太，其上无就离开一看店铺啦。然后考过以后，更加重了我觉得。这群孩子除了证照以外，我们可不可以有个空间，有个工厂？我们可不可以像做梦一样，我们自己来发梦？那我们可不可以让制造更多的这些孩子出来，从这间工厂里面走出来？所以那时候想法说，如果大家考得上，里长来开一家咖啡厅给你们。他可以透过在这边学咖啡去服务
表现给原来会关心他的人。他生活中他有了重心，他就不会在生活中没有重心的情况下，要去做一些引人注意，或者是说逞凶斗狠的事来得到这个社会的关注，这样子。佢们希望入到尾，未會係一類唱歌嘅平台，韓國一類跳板，按你生意嚟販賣，就做得起諾貝潛條路。其實我們設計這家店，並不是希望孩子能留在這裡工作，我們不希望孩子留在這裡工作太久，我們希望半年甚至1年半2年，你就可以將你在實習當中學到的東西，可以擴展到下一家店去。那基於我的話是，我打算幾年過後自己再出去開。那這裡的話，我當然會希望他繼續經營，或許之後會有合作之類的，這是我所希望的。對啊，畢竟這裡也算是我成長的其中一部分。咖啡店同特別的係同台賣場合作，打造野台分享社會嘅分享，有時有經驗都做得同地度嘅東西拿去，安尼嘅條傳統嘅社會野條就唔會大大鬆鬆。冰箱就是說，你有需要，你要就拿多少，不要多拿，讓其他人可以拿得到。共識的目的就是在這裡，這樣很好啊，這樣至少讓大家都可以吃得到，不會浪費掉。那透過這些像是我們看起來它可能外表不好看，但是它也可以被食用的這些東西，它可以變化成另外一個餐點，或者是讓一些像我們有個分享冰箱，讓一些需要食物的人透過一個一個的分裝之後，放在分享冰箱，提供給需要食物的人一頓的餐食。賣場每位幾乎都會冷凍食品無足嘅強吹，為啥佢料理好勢本用世界老人家。按你樣的紅葉，每位喊卡地後小食物。我想讓孩子們也來學習，懂得什麼叫做愛惜食物，不要浪費。透過這家店，我們可以發展很多的可能，很多的可能。那透過這樣的分享的概念，就是你們分享給我食物，我分享給別人。透過這樣一個循環，讓達到食物不浪費的概念。一筆又一筆嘅咖啡，一條後生調味，就要在個潛在信心，每家較有勇氣去同人交配。一隻蔬菜，西蒙西，唔單唱偏到咖啡香，含卡充滿嘅愛。